好来，进入这个12月，新年就要到了。宜兰的太平山来宣布，2021迎元旦第一道的日头光，即天园区提早到半暝啊3点就要来开园，啊，这个园区搁来规划6大看日头出的景点。哇，好漂亮！今天终于看到真正的日出了。日头的光线为云站中慢慢的升起来，光线有一阵一阵的变化，和头一摆起码看到出日的民众感觉真欢喜。云层比较厚，所以它一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阳光就很强。宜兰太平山是看出日的好所在，更加是每一年元旦看曙光的热门景点。为太平山庄看出去，会使看到规片的云海；行去的宽山步道，阁会使看到山湖的美景。坐蹦蹦车嘛，互游客感觉真趣味。六个最佳的一个赏曙光的景点哈，包括在太平山庄这边跟那个翠峰湖的区域。2021年元旦这日天，太平山将提早到透早3点就开园，就会使享受美景，过使领到限量的书签。今年的主题是太平山的樱花，这是日本人佐佐木顺一1911年到太平山采集来获名的，这是台湾的原生种。花季差不多是3月下旬，各场拢有限量编号，和民众伫新年头一天就使收到祝福，嘛使欣赏曙光，充满能量。